負責策劃喺澳洲本土發動攻擊，佢哋離世唔會有人哀悼。我哋都無法避免呢個政權行動喺澳洲帶嚟嘅影響。我哋珍貴嘅5萬人伊朗裔澳洲人社群，見到海外發生嘅事，當然會受到好大影響，因為佢哋擔心自己家人同朋友嘅安全同保障。我哋亦都見到最少有2宗由伊朗革命衛隊喺2024年策劃嘅襲擊發生嘅澳洲本土，包括墨爾本亞達猶太教堂被人縱火，目的係要喺澳洲猶太人之間製造恐懼，同時呢都想分化我哋國家。雖然我哋冇直接參與今次軍事打擊，但我哋已經好清楚表達同執行嘅我哋對殘暴伊朗政權嘅完全拒絕。